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、萧美琴将伫今年5月20宣誓就职。即马听讲萧美琴要伫咧就任副总统进前呢，会去访问美国。对了处理进前，因为搬厝的情形，一寡代志还未处理煞，嘛计划要拜访身在美国的亲戚朋友。针对这点，总统府无回应。民进党立委是表示讲，萧美琴的老母伫美国，去美国是人之常情。不过呢，萧美琴目前是准副总统的身份，真敏感，敢会是即摆去是要替赖清德拼外交，特别引起别人的注意。Peace, strength, and resilience。善猫萧美琴，甲正面的正鸟图，互大家看。另外一面是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双唱园，这是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家己发行的正鸟笔。特先提到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嘛，随来翕相。原来这是萧美琴离开美国进前要送予各界朋友的回礼纪念。想袂到山赶袂赴就转来台湾参选，不过即马嘛传出萧美琴伫咧520宣誓进前会搁再访问美国。目前为止我是没有收到说萧准副总统会前往美国这样的资讯。准副总统他的母亲在美国，而且年事已高了。那么确实站在人之常情，会希望在就职之前能够探望一下年迈的母亲。历届的立委嘴是真密，连总统府拢无回应。毕竟即马准副总统的身份是真敏感，即届去是毋是嘛有替赖清德拼外交的意思咧？根据了解，萧美琴即届转去，除了处理进前搬厝的代志嘛，计划拜访伫咧美国的亲戚朋友。搁较传出萧美琴伫咧3月初6就已经带机要的国安人员去美国拜会华府，搁转去欧洲，月中才转来台湾。既然要身为副总统，相关的出国都有相当的限制，他其实都坦然接受。那当然也让他觉得有点小小的委屈。反正就惊因为中国的关系行程有变数，和过去相比，伊即届赶伫咧520进前低调访问美国，嘛是引发着关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